公元140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在杭州西子湖边面浪向仍旧是一派飞花景象。西湖边浪向有位茶花店，名叫汪记茶楼。四开间门面，一面沿街，一面临河，是拼命上进的好地方。谁那个辰光，过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此人身材虽小，但双目炯炯有神。对他隔壁小毛身穿刚14步夹毛，腰里像泪水要到我脚浪向千人地步啊！一马上去人晓得是个生意人。此人落落大方，大气人说过。底下人一看门，哟，富康先生侯先生喂，哎呦，侯先生，上有问来着，红光满面，仔细等等，啥子没好喂？大气。来，请。侯先生，哎呀，来有我欣赏是个龙井作家。这倒是。医生嘛，新龙井有啊。此人虽是本市之国，叫侯兴业，本名叫侯光勇。与你平生总是不是个好事，所以说开辈子后亲与党各位，家义后孝，老百姓称对你个爱戴他尊重，习惯称你个事，而本名侯光勇很少有人讲。侯光勇出身安徽节气，节气的地方钟灵玉水，神级地灵，出自不少个大人物。自从侯兴业之后，又有2位，一位大文学家侯适，另外一位就是侯景达。侯兴业从小家境贫困，直到他3年失踪。于是女儿几位来到杭州富康县庄组织个活动。5年满4之后，做个报告先生，因为你做事体认真踏实，而且为人讲诚信。不到1年，老板里提拔你做个彻底的职务，那是一庄里向仅次于掌柜。掌柜们现在讲起来就是总经理，那总经理熬来谁熬上理的？该边说过的经常来，还是欢喜吃肉给他并非，因为当时的所谓新闻媒体并不发达。书房居士3角距离杀区期间，和听着不是所谓新闻，所以李德给他来是临时灭了2家行人的。现在人到里向手领我来一看嘛，哟，实际上不是一种基本任务，有个交对结合，有个高抬阔人的来得个闹嘛。那呀，啥人太强？回过头来一看嘛，哟，角落头一个张报水桌旁边坐好一个读书人，从你身浪向这身行头看得出是个穷读书，而且为大字个好。不过此人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但是眼睛问题，神情沮丧，紧守双眉嘛，都让了太极。啥奇怪？后生哎，一见此人，所以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那这个人叫有文。哎，侯先生，来，请用手。都是了。小儿。哎，那边这位读书相公是后人呐，我真是从未见过啊。哦，你们各位相公啊。侯先生，该说来听听。各位相公姓王，福建人。走廊向带着大人家喊出声，身上带着里头要西廊向们就交代中落。没办法，要你只还离开福建来个，但至杭州来投亲访友。路里向得要带着杭州，皆派兵身亡，穷得来里的马骨在动的样本。引起的福建为官同乡喊个。妻子动地叫马骨人里，现在这个棺材为国海了为官里向来，都是你来这不够，要我了啷个辰光么才听要个，等待要一死么，那么不算啥路子呀？这还你带你茶花店里向来部队啊，怕有丁丁便宜的茶送在郎吃的呀，吃得来所有的法子八个在。一天再吃1块大饼，根本就吃得清爽来，袋子浪向起码都剩不上1粒么，你讲还是作孽了啊！
想想我现辰光谁是确实也读书，生命中最羡慕的谁是读书人，想不到各个读书人落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此人虽然身躯力尽，但是气宇轩昂，上目之间为李楼水沟凛凛正气，好比蛟龙困于千丝之中，一对风云机位，定能登空而起。进去，你好得了，啥人啊？一看不叫啥，门口两个小猴子，太子为公娘马上离家进来。谁了那举重不是一种门前受一个表演大会。此人敲胖国家拉大胡子，满脸黄肉么叫凶人恶煞。一看没认得的，是杭州人的一个流氓，差叫白眼狼。家伙主人西斗吹的比两位长靠住了说，厨房因子里么叫无恶不作。哎呀，李警察到该打来，看上去要出啥事体了哇！来，进来，接你把路呀！打进来这位姑娘大概从17、18岁年纪，长得倒是眉清目秀，身处汉服。哟，这个不大意。白眼狼看得眼疼个人，哎呀，马如浪像个小娘，真就长得是花是鸟。开的荣光人美宝目，现在看见标致面孔，加上迷惑眼线，我就是下拉头个呢。真是。我晓得一下子那拉头子欠我多少银子啊？2分啊！根本那拉头子现在喜欢的啊！那个银子少个人光还给我呢？像我们几级比的，大气们定当奉为必。那个我说你相信啊！我拉头子喜欢的，大个辰光我六次大吉，我到少地方到银子。今朝叫我大概打来，我要做一个了得来，银子还给我。哟，白大爷。像我父亲心上，后世上非廉洁，为防你能够可以之身。但是们，哪怕我当今没谁，以为上为你这笔债的。我说干我当今马行，我家里穷的是一个他，有说东西当，说东西嘛啊！我可只有拿自个马头单位是2个银子哦。这个他，我跟我大爷关系，不是我大爷。不是对我开心哦，不是对我舒服哦，我手拿主往一踏踏，让我享福。我看那个他，你，姑娘气得绿眉大是那么有劲。像我乃是亲不人家的女儿，只不过欺骗你银子，像你怎可是此的欺负云哦？说个，我欺负了，我是天天的，趁着领不起。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啊！是，我大姑娘打走。徐德峰，礼。啥人们人受了角落头穷多事人，声音并不高，但事事有力。看你立起来，衣裳一撩搭上来嘛，啊，这位仁兄，请了。一看为一个外乡人。你是杭州人里向有啥人够打我交代？喂，阿香，出了自家绍兴乡下人，还人家阿香的，那个他，我为当州人里当听，老子说你啊，金乖乖老子的汉子，细看。方才这位姑娘讲得明白，妻在为人理所当然。对不过他父亲心上也是困难，你是该可以继日。你今日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强抢民女，难道这杭州人内谁没有王法了么？王法嘛说过的一句，老子就是王法。那个他有银子放人，有银子打折。我想讲出的啊。我要做好事，银子拿来玩，拿玩得吃吧？
侬玩得出吧？新郎像嘎火子一样，细看，哦哟，都是你那位的面孔长得凶凶，阿姑娘，哎，是你记录起了他多少银两？哦，2分银。哦，去拾拾对个水，从夹包里向摸一块银子出来。这块银子欧两这都不少，你去为了这笔泥王再罢。不，像我们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真是非使不得，使不得。冬日天涯人路客，相逢后必曾相识。区区之手，以及收买之节，不必距离。是。大姑娘拿块银子接过来，心中顾忌之情难以言表，带你深施一礼。为你这边斗名这气哟！本来我想得蛮好，想不得个桩事体，不个穷举个忘脱。本来想努力打出去，等到自家不想得，现在在堂子里向一说，并立个的知识至少是100两。这个人叫实在见得，也叫双赢。那现在不来着喂？银子大拿过来等一等，大约6两。本年完财，利息呢？像这块银子足以6两，还不给你的利息吗？说个，我放的是银子的呀，叫利郎不利，利郎加利，利息要3两。你真是欺人太甚了！旁边后生一看也看不过去。再想想个读书人不来的哇，8分兵哇，那我不来。所以挺身而出，不老大，做事不要太过分了。7岁，袋袋里向莫张银票10两，袋浪一放，此内10两银票拿去，这条拿来。今朝啥个日子？哈，一来个古玩是帮友，这道理放出去5两。不得一个的能给水出来16两的谁做的呀？家伙吃得双运了，谁比那不够心？来这个，我利息要50两。哎，你岂能一而复心呐？说个行不行啊？行嘛说过得劲啊，吃了样样人就马个就说。边浪向个读书人啊，神无可人的。他一天丢那与那10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呢？那么呢，今朝我们就要破一破读书人的规矩的，做啥？骂人哇！大戴光头，今该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上士欺人，强抢名誉，难道你真是伤人体谅金水，不是义？你也是骂人的大啥？阿姑娘不怕与我后心一看嘛，好，那边看看个读书人，身材水性非常有得势。根本他我话话上，所以鼻子往对劲里想爬一步嘛，打上来姑娘莫慌，为与我。把老头一看嘛，今朝啥个路到个2家的又搞他个走错，根本上客气，8兵里多。收银怕来起来，又要把水过来嘛，去给着水，谁那个读书人胸部浪向扎一波扎了，给着水忙着的面孔浪向，吃水的谁是个魏姑娘？吃水忙着里慢慢浪向得了，另外一只水忙着里几个浪向来一只真一个人他中哟，好，说过地里向一个路子，给你说卡在了议论纷纷。来兄啊，哎，来兄哪是？我往分东啊，啥个分东叫？哎，那个东块的人啊，一来心跌子下去着你啊？哪份看见？嘿，我看得清清爽爽。哦，都是你本事好个啊！大块的工人们，身体一皮家里向一挤们，无啊无去之外，喏，哥哥们谁叫真功夫啊懂？不得，哪不得讲？
想说这个小伙子分东西啊，7岁是个姑娘哇。姑娘？哦，对，里头两高头一头大个，搿来水就上当，而且还是混的上当。你当乒乓，两家头是不结婚，把爱郎跌得快，落得快，等到立起来嘛，还要扎进面子里呀。所以啊，把西瓜的西瓜米来坏我，喊我多样不得一家了啊！不同样。那个他，现在市我里西瓜还分上市嘞。呀，西瓜子把爱郎气就把我骂断你哟！当我那大姑娘身上一样不光一样，晓得两个小流氓听见要不大姑娘衣裳可是起劲，其实在海市水蒙准姑娘身上弄扑上来。姑娘动作这么结快，身子往上舞的一什么叫理想，一起塞上台，别来往那弄跌出去嘛！哎呦啊，痛啊！胖哥郎一看，今朝帮他顶对好。不过刚仔细想想，你毕竟是个姑娘家子，有多大能耐，对不对？我是家里。手一水过来，口大稍微敲一敲，筋没打上来，膝盖扎绝对水莽，姑娘当胸一记后腿水，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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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哼，你当手手在拉起来嘛，拉一脚。家里想非想得得到，那门口浪向一被人啪跌到家浪向嘛，一个就是根对。走过到直播里向，叽里呱啦海里里吐出来一口嘛，啊！6张牙子掉下来，一张还是昨日镶上去的金牙子里啊！哈，那你总要走？你得怎样？那不走啊？那不走嘛？俺走了啊！那么姑娘已经回过来哟。东母两位恩公7岁相聚，小女子真是感激不尽呐！读书人啊，莫瞪开眼，想你是那个恩公，还是你是你的恩公？刚正不是各位姑娘7岁时，我那张面孔上花开的人，堂堂西美为福建苗林少女，我刚中为强杀于高子，王朗一记胸部一拍了，啊，姑娘不怕雨我。谁会呀？后生也还越想越害，刚刚嘛一时冲动，如果真正打起来，多亏的各种军队爬上来，跟老板我去他们上浪趟半年。但想想还有点难为人，一个么难为人，一个么财官，实质不是意思一样的。啊，姑娘，想你一生不义而身上不露妓女子，令人敬佩。不该呀，不该！请问恩公真心大名，小女子说去定当办的。区区小事，后作挂齿。谁想那异乡之人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今日与姑娘一别，所以相见无几年，不必问心，道明了。好，那边看看读书人这个一生，区区小事，啥叫区区小事？这就5两银子对你讲起来，实在是桩大事体。你今朝5两银子不脱，留来的大兵队就不起，而且不虑性命。我懂的，乃是不惧回报，真是叫高风亮节。那个朋友，我今朝搞定了。哟，两位恩公，请在此稍待片刻，小女子区区随来。是我姑娘忙着外地去。看姑娘一句，还说过地的路路费。一个发毛一拍，一个是以人爱我，后生的丫丫的，嘿，如果刚刚多个派刷卡，运气而公主，把爱浪水不管人家小子。那中国人们谁是人啊？在手上就是叫明哲保身了，那是个社会风气哪会好呢？现在是俺路上讲闲话不方便，所以后生的背着小女流浪亚洲开一场，准备的最菜。大知道是人到流浪，面对面受的，后生的先拿自家加入一番。师兄，请问师兄真心大名，家是何处啊？哦，师兄，想我兴亡名玉林是谢谢，原来是来福建黑国人士。哦，哎，
那么你怎会流落在是行人的呢？真是一言难尽啊！请讲。那我家日时待之言，不与你西周西黑落上青里，老母他身中已寻思进去，睡了下口上是一乃后天，世态已凉，心然是门定，冷落头十几。我呀10年后上台，屡试不中。离新会以来，我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了我的身上。他方自身龙心决策，指望我金瓜第一名，西巴里哈园开，十车杀青天，不了我送到佛之内神奇，明落深水云太起，却为知谋难相惜，老母为儿上凄凄，下女多日来离。我也认为读书人还是做官，不做官读书有啥用呢？考不许哪办就官，因为当时设定财政空虚，允许出铜钿可以买一个官，这个叫酒杯。那么我也决定托付神追，他是地方菜买耕地当衣服，我娘心就了后落平花林归走心，就了个落平顶戴
原来神兄是与公明的老爷失敬了。取消了，我乃酒杯并非真道。就得来个罗平定当是个虚伪，也不失确，太好容易。上午大殿以无人口试，也只好注意关系托门路。那么呢，神人交迫，等了福建后不止1年多。因心任务，那么也决定当我不让京都罗里晓得得知该打杭州，我也抱病身亡，客死他乡。神兄啊，想我如今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上不得金榜，回不得家乡，困顿在此，真是一岁莫足矣。原来是此。哎呀，想不到这个读书人落魄到山中诗人的地步，真是作孽。不过你眼睛们的确实个是机遇，此人一旦有机遇，不会得默默无闻，一定会出人头地。我今在大理该打的是一种巧遇，还可以是一种缘分。那么我哪能够来帮你一臂之力呢？哎，姑娘到围巾来着，我这一身衣裳，肩高浪向背下一只白狗，手里向拿下一块白剑，带领到两家的门前，白剑高高举起。两位恩公，今日上日相守，小女子真是否以为办？像此剑，乃是西府日佛，三位神品亦是一块利器。今日奉与两位恩公，就当报上的了。姑娘快快请起。姑娘帮着手了。多谢了。姑娘，想这位乃是少林黑部6品名部王玉林王老师。我乃是富康西川后继后光勇士。是。姑娘，你这颗宝剑嘛，我们是都不会舍下的。是这啊。那你是读书人，这是将来做官还是分官用不了。我告你的，做生意别开宝剑出去，生意在好的。生意到宝剑神应用，姑娘身为人机，可称得上吉利国应用。这开宝剑内容么最合适。这是守家之宝，不宜送人。姑娘，你对他保密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们三人再次相遇，并非谁相见无忌，而是来日方然矣。哟，姑娘听得该郎心里哎呀感动。想想我跟子呀，高屋浪向唱到12岁年数，还送来一份牌子过，实让两位上日相守的正人君子。尤其是各位读书人，给自家媳妇福祉之力，今日要挺身而出，一句姑娘不怕的我，真是我心生祈福。你看，两家的非议比我出身低微，为邀请我要共作而已，这是对我何等的尊重啊！哟，两位恩公，谁所以用我之词，小女子有赴汤大后，非死不死。姑娘已容了。普生也觉得姑娘那个绝无讲得特容杂，实在不是一点不容。因为留下来个为姑娘唯独两家的出生实事，当然这个是很有。姑娘，是。像你身为社稷，牺牲江湖，定于引人，后面生性好奇，貌美清娇，可告知一二啊？是。那么姑娘侬自家身世，得里到两家里就讲得清清楚。原来姑娘姓萧，叫萧云公，李个爷是临浙的水务队一名将军。因为鸦片战争时，临浙的中军发败，李个爷随到千里，从此对付霸之，那大此个位姑娘浪迹江湖。姑娘原来是将门之女，失敬了。不该呀，不该。那么姑娘，你今日么如何打死你？乃想我以前举目父亲，心中茫然得救。难忘。
各位姑娘深入身为设计，内海的多闯江路，背后容易。后心爱带着王玉林看看，再带姑娘妈妈，都有灵光一，果然这个是我极好的机会。是不是后心爱与知人知面多聚会？现在讲起来，这是人的，而且属于不机遇。正因为有这样的本事，所以31个位成为历史上讲唯一个红顶商人。后生也先说到世界的情况，做一个综合分析。你觉得世界的各有优势，是够各国国这样一时无人，是够就那一道与世偶不，说不定能给观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个两家的。虽然身处逆境，但是有上升的潜力，但是两只潜力够。而我恰恰有这样的本事，帮人民都把得困境，身为蛟龙骑士始终法，风雨不雷，光不得。虽然有风险，这个风险我说的嘛，还是叫风险对峙，也许是我后世的一生当中的转折点。对。师兄，师兄，在下愚公之家，不计口音，请讲。大袋袋里下摸一张银票，500两。银票往台廊下一放，师兄，此内500两银票，或许能相容王兄不出之需。500两，那王玉林眼睛国里简直是天文数字，一笔巨款。哎，那是个后记呀！那身边随随便便摸得出10行头一笔铜钿呢？对，这个事体必须大家讲清楚，因为我刚刚加上我这是个后记，后记哪会这样张银票？如果不讲清楚，连新人以为这张银票里不为我的。陈兄，其实我是社长里向个彻底一个职责，谁是负责放账，他是社长。一句闲话叫方丈容易水长难，社长最怕的就是外长大市长。如果外长市长一动，社长就要亏本，甚至于倒闭。而我呢，恰恰有这样的本事，我外长大市长不人工，我长水主嘞，所以老板对我非常信任。但是天有不出风云，拉半年前头，你社长里向出这桩事体。师兄，神王水下一句泪，有人分明一手去。是做一年给么真落的倾家荡产一名婿，皮下脸狗儿寡母对你转文人400两，身躯泪空张泪水，觉得东家谁？有眼睛看。我是在
山去做事来与，绝不能负地来把心人去。但故事有啥用？这银子房子挪不了银子，可被追绿房子走得来了。李想个对商在高上一塌瓜子，不是两个动的。而且呢，都是娘娘家的一个生路，两条人命啊，绝得不偿失。神兄，口里某女子，身体乃是美，身大为内去，后必口再句，口饭水日气饭水，都把虚日气把虚。但不许再见他们人一百两，向他送进门里为配对么生日嘛，我黑烧香把阴公谁隔壁嘴里个大笔并不是没上的，因为个老板欢喜动动的，一家人家谁时光这个娘俩家里都会做生意。说明我认到老板啥能给再加100两帮里，让你重新开张吧，或许谁的一个地一大谁走来。你个老板啊，还是受信任。再是加上对我们信任，是同意再加100两。嚯，这个娘俩家里是够恩对德。就是为做起认认真真、波波节节做生意越做越好。不到半年，500两银子这次。今这个张银票亲自搞到我水浪下，我拿起银票汇分到西庄举办，但你该到当地真的叫有缘分。不过这个银子不是我西庄的，我现在只是假本呢。等到你补出成功之后，你要落入归位。谁说？后经银票交付于你，受你一臂之力，以及收买之节。王玉林十分感动，后生还真雪中送炭。哎呀，侬东蒙神兄呀！这是我前头ฝี薄，有空要李来神兄。此地非为不可随领。哎呀，李了担心我人，但是对。那我虽然是西装的彻底先生，有权放贷，但是毕竟实际上都一笔数字，必须要经过老板的同意。陈兄，我与你虽然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倾心仰慕。这风险嘛，小弟该与人对。我与你萍水相逢，非亲非故，死不得，死不得的。哎呀，看你这一不肯睡，那么哪弄法？一动脑就没有人。陈兄，山下有一个即将，不计口言呐，请讲。我与你萍水相逢，仰慕倾心，有与仁兄一结进来，口一起飞。我来一个落魄书生，能与仁兄一结进来，来三生有应啊！好啊！当这两家的爸爸之交，王玉林表现的头一塞，从此兄弟相称。兄长，一礼，而且我与你结拜异姓兄弟，商议道得好，与父同享，与内同当，而今兄长与内，小弟理应共对，这年表达去，奔赴西人。这社会之事，小弟投入，此之谁是了？既然如此，那么女兄快领了。不过小弟另有一问待遇。怎样？你在哪里世道不太平？真是为这盗匪猖獗的刚我骗子不少。那个倒是你来着的呀？在外地上当水皮飞起钢起的，是个绑的强盗枪，人子枪得里明安不？哎呦，可是我三口孩子里呀。孙兄，
以小弟之计作为姑娘，他身为社稷所随江楼，他征服去此，倒不如请他抱兄长，一同步上，可好啊？比拉下姑娘一听嘛，心里想当然开心。啊，恩公，小女子牛在恩公一同步上，我宁破一死嘛，也要拜恩公封女的。喂，使不得的。圣人云：男女有关，授受不亲。一男一女同进同出，这是亲戚爸爸还难免有声姑娘的名字。喂，不可使不得的。既说恩公不有男女同饮，待小女子开机一声。恩公，请稍等。是我姑娘忙着外地去，辅导片刻，带进来一位翩翩少女。对大姑比小嘛，身处青布夹白，也说来色也大布啊爸妈，可是马上去接英姿伯伯。哟，相口相云飞，这下有理了。王玉林一口嘛，打进来个小伙子长面孔啊，那个云姑十分像样，自称小云飞哦，大概是姑娘的兄弟。后生的气息还应该，这一看呀，谁是个位姑娘哇？哎呀，姑娘，因我谁是大辈呀？眼光凶感，啥有眼神认出来，我是女扮男装。想请教夫子第一周，真是为家清楚说了。两位恩公，待下口隔壁。我是一。
上，而今少一动人嘛，你虽不必多虑了啊。他毕竟为是个女子啊，这个读书人实在尴尬。他讲句个例子，一动脑筋嘛，有在姑娘，我们两人已有顺利为义妹口好啊。云哥一听嘛，真是喜出望外哟。两位哥哥身上水小妹一杯，阿姨妹快快请去。恩师多谢两位哥哥。那么王玉林大致姑娘一动不让，不缺能给人工，请听我道。哎呦，别了天眼睛一眨，双眼睛勾起子，啥实干话？实事就是搿点还不行，就越夸越夸，越美越美，夸起来比虎嘴还要夸，美起来是杨乃武没说相会，一夜天个事体还差7日天，现在是延丰11年。来让浙江城府衙门产业房里坐下3个人，必须当中坐一个现任浙江城府王玉林，双年门前立为一个落魄书生，现在居然做到正是一方个封疆大吏。上水里坐个是富康县长的老板侯兴爱，双年前立为这是县长的伙计，现在居然做到杭州城内赫赫有名的巨商，外加为就是4品大员的官哎。河水里坐的是小云哥，你现在是富康县长的总管侯兴爱的得力手手。这里李夺三家头在今非昔比，但是今朝李夺个个随容满面，交礼不讹，尤其是个王玉林十分嚣才，神情丑待。为啥？因为太平军中王李水人带10万大军拿杭州城偷偷包围，日夜攻打的形势十分危急。看来该趟真的是凶多吉少的。作为一上行政长官，话术虽多，但是不能达里同心同德，能够托付大事体的，还只有侯兴爱带云哥2家头。所以今朝努力都接到该打千牙王啊，2位言提大高。不对，我那2位一里呢？不错，因为当年王玉林带云哥接盘同人，一路上向云哥是女扮男装，王玉林家的原地。为当这之后，云哥恢复本来面目，但是王玉林曾经家的原地嘛谁怪着？那么再说，这个云哥啊，的确还有点男性化的形象。想当年上不相遇，至今嘛也是偶在了。是啊，当年下播的人间真是历历在目。嗨，当年狼狈奔前身，有时去过衙门听，一路上赢得云哥装银色，这次不是到后门女个人后关亲，到苏州办着江苏河的侯贵清，侯
为何的还是现在的山教育厅长？当年胡贵清年纪轻的辰光，谁过你皇家的恩惠的？现在虽然身居三品大员，还是非常感恩你去的。他位高升起后，却不忘旧时恩。神人三千两，一封太艰辛。我是年幼几人，非福临从此日几生是度不清。愿女兄得天居高位，今儿为一地享受之礼。搿搭并非客气闲话，因为当年王玉林初入官场，人生地不熟，而且里不谙世故，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举步维艰。迎娶的后心爱，你是来于世故，神情理大，把王玉林各方追随，疏通规则，使得王玉林仕途顺畅，声誉石龙，一步步走得是封疆大吏。云谷还是功不可没，你熟悉家务，尤其他上帮的关系密切，使得无论是王玉林的官场，还是后心爱的商场，侪得到是社会基层的支持，谁也非浅。这个十几年风风雨雨，有喜有忧。谁讲我当年自作主张加不了500两银子，还确实是担子风险的。但是分享上，你这个半年就为之走来，你这个谁家可是心意，想得该当，后心爱心中感慨万千。我是为待分年，500两，再想地动十牛。地动宽宏不费事，为花我一啤酒就出自心，三只地动成两手，口里他写下符生。他是渔家女，杀亲人，生后死随几生，今将区做命令。地动奴我大儿子，所以临终之前，奴县长交给我掌管，从此我随甚至富康县长的老板，这个还是我一生当中的第一桶金。我是死于得所谓红豆粥，上去是否切尽应身为心，心为本，一骨一伤相扶身，于公于私的双
用县长的资金支持王玉林的事业，反过来加入王玉林的旧事，发手我的事业。可惜汉奸不善，王玉林认为人民为浙江幸福，上任不然用哈平军人杀过来子。这些辰光的浙江已经西山以来，忽然腐败军心固塞，是豫江的后无有兵，让一个读10年出身的王玉林指挥几千个散兵八将去对付10万太平军，这个妇女是飞蛾扑火。但是王玉林终于出水，亲临一线，拼命抵抗，弄得了焦裕林的于心十分，云狗是看了眼里决在心中。所说云狗从小跟牙引追港，阅人扶手。自从了所过的年的王玉林到后生的丽水确诊，这2个人是自家命中贵人。通过上级的相处，对2家头还产生着深爱的感情。不过这个感情啊，还是有所区别的。王玉林是个圣人的正人君子，井水理解不给意见，一点境遇刻板，所以云狗对王玉林是多持一份崇敬之心。而后生呢，这是阴阳上义，瞌睡神心，举止洒脱不拘小节，与魄力与决斗，蛮符合云狗的心气。所以云狗对后生是多持一份爱慕之心。而且云狗觉着2家头对自家的态度还是截然不同。王玉林身为侬自家大兄弟，伸出一马鸡之后，还是个姑娘家。想当个郎是云狗凶猛哦，但是后生也是2样子，你从来不见自家原地，要么云美，要么是后继名云狗。云狗从后生对自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当中，真切的感受到这里一番真心实意。那么既然2人相约嘛，为啥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旧人呢？毛病出了那后生的身上，因为后生来自于家乡子，里头家乡为人忠于朴实，对卜太太侍奉最大，而后生上以经商在外，平常难得走起，所以里对家乡只有勾结之心，而还无个人可言。偏偏把上的也是个多人种子。自从到云狗相遇，便一见倾心，真心希望云狗能够成为自家的终身伴侣。但是难呀，难点啥？家有糟糠，而妻无不义，那还休特呢？那云狗为切吧，也暂破委屈之理。你虽然流落江湖，但是毕竟出身将门，所以个心中十分纠结。做疑问，云狗当然不牛，但是你还明白心爱的苦衷，所以个心里想还是相当纠结。真的那犹豫的辰光，想不到后生事业发达动地多子，你不顾什么离他2房姨太太，这样一来使得云狗伤透之心。你不能休妻心欲空牛，但是离他2个妻心后已开，那个多人种子的心太多子，这个一点云狗是随便那不能接受的。辣辣各方面，王玉林和后生虽然不同，王家李守家讲究道学，从不纳妾，而且说到做到。不像你的财政负担，好好是3不注意，不女官，不要钱，不纳妾，那么蛮好做。不，你这个3不下头，才要加2个字。不女官意思啊，不要钱意思，不纳妾意了。
像王玉林这种祖国，辣让当时满清政府里向是相当难得了接受。后生搭那个观念不一样，你毕竟是生意人，你个为人处事是重义气、讲诚信、一诺千金。但是在生死方面，他用句新话讲，就家中红旗不戴，外头彩旗飘飘。这个当时辰光还是苦口厚非，更何况金符作出，神符完成。今朝后生的心里明白，现在外头形势十分危急，阿哥讲起来绝非为之代加上了事情，肯定有要紧事体。大哥，义弟，莫想上冒猖獗，为公神急，兄长可有对策？王玉林长叹一声：“唉，二位义弟，实不相瞒，虽今杭州人内外交困，早不保险。今日要你们前来，与兄以水庄大事相托。阿哥要托三桩子，大哥吩咐，小弟费事不是。请问这第一桩？天地呀，大军。呀，今日飞上，跟随神内一头亮，家家不计财一起，我兵福利去刀枪，怎能杀敌上江上？人是铁为是讲，我知道比哪打仗。那么个两相关范台过的股票去讲，你这个范台叫林副良，你既不人心水滑，也不压力水人，反而给这个浙江地多叫迷信语，大致一文今天在老百姓当中称呼当即么接着长毛来分神日非菩萨造极，我怪对长生往路上，我现在只有帮忙你能受我一臂之力。好的，你现在有四品官员，有部官员，我是委任那位杭州两代，来负责随日两日，依据前任军命打。拿起一张信封，里向有张杭州两代的委任状，为啥是200两的银票，双手交拨了后生哎。方义弟即刻写出人为，千方不及随日两日，说说云地杭州，我以杭州之名翘首以盼。后生哎，说手起来，双手接过信封，请宗人大人放心，备着定在1月之内将会带2米送抵杭城。请问大哥，这第二桩？现在个杭州人四面楚歌，一人公认者，他是不友军相救了，随便拿水不了。我是孤立无有，凭高洁，水动杀人，大海心妙。枪西射一把
事情啊，都是尽着家。我据闻周中堂为人正直无私，你儿是手用兵，你统帅湘军几的人民骁勇周周，手相披靡。唉，这是可惜，离你这岗位太悠着。有水难及手没劲，但愿一些寄希望去走公会并东京水天狼。这里有书信一封，夫人行人欧为随后，你父必将此信要迷人奏过，想当今天下，据我这将在非周中堂莫所以背着黎明。阿元帝大哥，想昔此期事归重大，方元帝上击东营，保护西偶然枉费，愚兄改节不仁了。是个老实讲上，你一口子奔着山路上，当得是千军万马。况且我一将身世支持的啊，你立了边浪向起不到啥个作用。相反，你保护心爱，仁爱培良，都有那个永无之地呀。元帝不必多礼，愚兄送托你了。是，生命。请问大哥，这第三桩，前里两桩才是公事。什么账么呢？自家事体。我作为浙江巡抚，水土于这，身在身，人在身土是身，一望我是忠心不二把穷长。一代神婆，愚兄定将一生殉国。唉，这是可怜我那丰神与子
怕着怕，妻儿不够，照理论牛头举文是把名上，都家妻儿托付你，所以他去的把身啊，把身希望下的回头下。在等天下，太平时送他谋是非家乡，我的理想知恩却难报，上你兄送脱了随我一杯。哦，我们虽是分身三国一百王大狗手托，弟兄三家头回来而别，倾听何答？现在我们连州连县士气正扬，但是一旦缺粮，士兵吃不饱肚皮，哪行打仗要动员军心的呀？况且你大多侪是河南人，对浙江人生地不熟，要疏通两代，对何容易？所以你对我看看，我对你妈妈，侪是缩水无策。哎。那当中一位中军副将叫王德邦出了兵吧？大帅，这两厢是归范台管的。现在有牛浙江范台林福祥搭提督米新宇，辣辣油门后肩子好几日天，何不努力多两家头海进来门门清赏？请大帅定夺。这个两个人我早有耳闻，大领神兵霸将。从杭州达到衢州，一直辕门遇见我衢之门啊！因为我在听说杭州人的像这样子，不是出事就是谋杀，非遇的多两家头，毫发无伤，随身而退。我认为你多两家头，不是为的不仁，虽是令人得道。本来我想调入之后再做处理，那么既然今朝拉辕门外头，让我海进来门一门清扫。王将军识得于理，命他后人进去。是，大帅有令，传林福祥、米新友觐见呐。林福祥的米新友听见里向受惊么呢，心里已经紧张着。为啥？因为自家做的事情，自家心里顶清爽。遇到两个人，一个浙江布政司一春范台，一个浙江提督，这大里侪是副台身边最得力的熟手。但是恰恰辣杭州人被围的辰光，这个两个人非但不帮子一道打仗，相反重兵强粮，马通太平军开根山门，导致一部分军队的家眷得吃了杭州。没几话日讲，杭州人失水，那么个两人觉着事体有点弄僵。你说对上太平军吧，眼睛门前侪是一道天下，但是毕竟强弩之末，太平
天国方面这点的事情一旦失败，北部设定要居住人士。哦，这个代价太大了。现在听说周总党继任浙江巡抚，那么呢，作为浙江的全国有应当向你报答。而此领副长的家父湖南巡抚张良基是周总党从前的顶头上司。那么想上去，今在周总党看了自家家父面上，不会得他哪位各位楼上这个局来呀？所以决定大举追上油门取击。一路浪向来的辰光，据我老早在都真孩子，但是毕竟做实心虚了。现在辰光走走进进，大阵大战。这口气上头是不还有50岁左右的人了？张某某不得的区域性啊，刻上红墨，炯炯有神。这种样子马浪浪的，真的有点需要呀。大上一步，卑职原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卑职原浙江提督米新友参见大帅。罢了，谢大帅。上！尔等身为一方大员，水通于这，理应与那王中人同风国内。尔等怎能好发无神息，身人体集中情绪，为不与我将来？大帅息怒，容卑职禀告。讲。举人10岁，责任在了王玉林身上。这个王玉林说什么是个封疆大员，但是毕竟是酒杯呀，既不懂政务，也不懂军事的。举人10岁，你智慧不大。但如果你是再三相求，你随时不听，这相信后县长来背后光用，你都两高头勾勾搭搭，人事无比，弄得人心惶惶，军心破碎。定定欺人，举人斗量之计，但是这个王玉林进入我心上的200两乡人，全部给不了这个洪光勇。洪光勇，我这个200两乡人得知一样，使得举人理想斗量谁想，也是几户人哦，大帅。按理我们应当是战死沙场来报效朝廷，但是我们为了要使杭州城失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所以我们拼命杀出重围来禀报朝廷。你是来记住揭发的呀？这多名领副长没恶多个，我的责任无然推了王云到胡心安身上，为啥？因为王玉林死他个子死没得真的这样，还望大帅明察。那侯光勇乃是后续人也。那胡光勇不是别人，就是杭州富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他们2个人称兄道弟，交往甚密，就是这个胡光勇吞没了这2万两饷银，不知去向啦。太多妈妈，5多2家的一个废话，讲不人听相信，讲不有周中郎听，难为相信。分明是雷动八出，巨有离皮。不过，听李老师，王玉林的后生的2家子之交往甚密，这桩事体我大早有手的。本来我那想，那王玉林是个读书人，而且官身极好。哪为他个生意人纠缠不清？有句闲话叫富商不济，而且现在听李老师后生的吞门200两饷银的桩事体，虽不可相信，但不可不信啊！这个。生年不女
那王玉林做事太荒他是清正黎明不是好慷慨心内身在旁不愧是忠儿心报国也动了不料他们今儿与山东为后大其中美内吹把笔呀真口台给过内人都遇上口恨好心哎做事太嚣张君上佛道义太在上体谅他们想人谁飞上得等杭州会复射定将他擒拿到公当立在举金谁当上报大帅，今有浙江候补道胡光庸辕门求见。这么真巧，杀得上曹操瑞道。那么既然送上门来，让我孩子来门门请上。周中堂怒容满面，来是刀锋虽是黑，命他把门热进。比朗向中军过一等，今朝大家来看军委用不着德府水管，现在用得得。那么那蛮清爽，周中堂今朝也杀人了，没几户辰光，德府水随风归队的谁力量下，大帅有令，胡光庸报门觐见。是，这江河不大有侯光庸告进。后生爱到周中那个初次见面，随着了石岗紧张的气氛当中。但是这个一趟打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后来周中堂平定新疆叛乱，分散外国势力的分裂阴谋，而后生爱恰恰是你最大的之灾。可以讲，不后生爱
职务重大的西征虽难以成功，相反职务重大还仍然之后心爱，势力成为是中国历史上向唯一个红顶商人。现在你评价后心爱，往往第一个想到的随是你所倡建的后勤余党，搿是人性经商的样板，而往往忽略子你辣了收复祖国领土完整方面做出个重大贡献。现在后生哎大进大涨，这可见祖宗大怒容满面，一股肃杀之气，心里得有点紧张。哟，也可见旁边的哈两位官员畏畏缩缩，仔细一望嘛，认得了，谁是反对林福祥的提督迷信语？哼，这是非有家非帮团。哦，怪不得周中当是俺官后，肯定是这两个家伙恶人先干上。后生哎，定一定神。上西出击，背着这将会不但有后光荣才记大帅，罢了，齐大帅，而谁是后光荣么？正是。哼，本部当早于二分，你与那王中人交往甚密。想必是一位能有了。来戳我眉头问，大帅，背着本是商人，只为做事，不为做官，怎能当得起能有良事？这因背着随王中人知遇之恩，事共生死，故而不必老友勉力做事而已。试问为不该为非作歹，更不该因私伏笔。好一个事共生的事，本部当问你，而今王中人依附不内，你怎能活生生塞在本部当的帐下？对个，我刚刚讲是事共生死四个字。那么拿眼睛关头那一家头单子出来，这样讲起来，所谓的事共生死，岂非甚至骗人的谎言是吗？这是我讲得清爽。大帅，口用背着，必不记句。讲，用兵。士兵长绝酒光边，困睡勾身是鸡两相都是风吹后，鸡鸣比地可好当，谁杀众人来主但王中人身为幸福，水土于责，你不能够离开，更不能亲自到上海去冒2日。你晓得，只有我能够办得到，所以拿我杀气，委以送神。他是奉我相迎儿为娘，让我谁来两你举动我但众人送托生来下，我把生死两字拿回怕，已不用自去罪也在
罗里晓得刚刚一只杭州人谁碰上三个太平军的部署，引去的当我同营的壮士妇女高将杀太子敌兵，但是我肩胛上还是披上一担。偏士兵相来袭，我是水上神通丧命大。走来到上海地，我顾不得上士神容通内外，谁看媚娘死去吧。在了10天之内，我已经马上2米1万担。在了上海上邦的帮助之下，我加上运粮大船30只。但是大队两手难以应变，万一碰上太平军，是万万大捷。所以我从今够用洋枪带，后两手一路平安达神能将10指望送粮10人，一家手美节，真乃是10米8位是龙啦！太平军头头包围，2人根本送不进去。我连夜派一位心腹壮士昔日神宗密集王中人，请你派兵接应。三江各位壮士回转来，你是泣不成声。你是杭州人乃失望必地，丑不忍睹。王中人已经伏兵恐怕，大势已去。众人欲移民，故人已不把浙江派光复，就让周继刚接济2日再从呀。所以我奉命速将巨追去，来到油门把令家。我是奉旨现任行府之命，作为2代随备2人，向那个现任行府复命小差，是我啪身部被磨出2只新风，伤水身上，背着前来交令复命。原来是如此。哎呀，我代理我家人，手中那个人心人中人，一旦我为家事开，面孔那下马上亮亮。细水打几个2封信，拆开了一看，第1封信里向就是王玉林委任后世的为杭州2代的委任长，委长2万2银票。另外封信里向虽是王玉林下不周中党的请求阅兵的信，上头就提到林副将迷信于强加民间的劣迹，代理都茫茫，等西不水中的毛病。现在我再关心1万对2人，后台大帅，而今是1万对2米，谁得何去？现在这个30只运粮大船就停泊了巨巨人啊20里去，请大帅立即派人前去交给一从军哟。周中党喜出望外，想想我眼睛里缺少的谁是军中良相，想不到呢后生的失中送太那么开心。来，是看守是后大队请坐。谢大帅，
众军听了令，是速派人前往梁州，将他交给秦州，不得与我。是呀，不对吧？你以为两个人票能够给然后，那个梁子落得了？这是现在辰光两家非战，那个2万两根本买不到1万对2人。好大好大！大帅，而今人票在此，你这两米从何而来呀？这个人票是乡人，我不能动。动一动想来讲不清爽，弄得不好为了李来王玉林，叫生意苦哎。喊来喊去，我个船上了上海有个分啊，我用分啊那个银子全部买至2日。大帅，这人票乃是乡人，背着不该动用。那改良之款，乃是背着亲己所欲，报要朝廷的。呀！而本是商人，送上在岂不非礼之徒？你这亲己所欲，报要朝廷，这却为何啊？对个，做生意人回来回去为同的。搿辰光我2周打杭州，2日送不进去，谁有人抽灯哦？实际上搿2日是乃自家出同地买的，现在送不进去。浙江缺粮，两江飞涨，乃何不随地买粮，可以在几倍的价钿把我劈开为对。因为我随黄宗仁之重托，一诺千金，岂能极力放弃？既然王玉林遗命，将我侬2日一定要送达大营，我必须照办。大帅，背着是此因为其一。为报王宗仁知遇之恩，其二，为使大帅能够早日苏醒浙江西京，留进弥补之力。对这些都是不多，但一记效，天下兴亡，匹夫于这。按照侬对你说的与我为。想不到你个舟山一人于心于胸为大志，怪不得王玉林这样起容计，这样看来王玉林知人之明。啦，是看啥？是，这是原来是周总党对你去杀人的呀！现在辰光既然与上宾之礼相待，真叫谁居为公？边浪向林夫人的迷信语，搿个辰光你叫哪个子？为啥？据我查出，那么哪办？快点拍马屁不流动。这个大帅，方才背着那是不明真相，胡乱猜测，误会胡大人啦。是。我等不晓得侯大人乃是忠义之士，是令人可敬可佩，令人可歌可泣是我们的表率，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无光哟！大胆奸臣，竟敢在本盟党的帐下巧以令色，陷害忠良，该当何如？大帅背着对朝廷那是忠心不二，为天可表。后生的对头是2家头妈妈，我都认为王玉林已经醒来死不对真的。根本我今朝要当场揭穿这个罪恶人精，以告为王玉林在天之灵。大帅，背着审配为心腹壮士，昔日人中密击王宗仁。那王宗仁在临危之际，与一封亲笔书信，托这位壮士对出，要亲自密任大帅。那么最好，此人心诚明锐，他叫萧云飞，身在哪里？而今虽在油门外后一面，那么最好。我本来是想了解杭州14个城内经过，那么哪里还进来？无人欣赏。啦，是，受萧云飞进京。是，大帅有令，
传萧云飞觐见呐。是，来了。谢云飞实际上虽是云国，因为一生了他女扮男装，所以改名叫云飞。听见说话大惊大乍，草民萧云飞谢大帅，罢了，谢大帅。儿谁是萧云飞壮士么？不敢真是在下。谁是儿之身昔日人中迷起了王中人？真是。那当是杭州人对徐后光景。不能记着神中光景，这四个字，臭不生动。大帅，用兵。副队俺们반对王中人的辰光，你是心力交瘁，浑身血迹。你讲杭州大势已去，为天无人。这个批两人快递送到左宗棠营中，而反反纷纷落了太平军手里。李安普这里下下一封血誓，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亲自面人不能来大赛。那王大人上台也是一的。我王玉林不能少定，这不了杭州城内数十位忠义人民。我是恨杀那还得林福下几多名兄妹们，他们是狼狈动为奸，吹逼本相对，抢了民计谁得去八两谁，搞得有生能么再得是非民更恐怖他们对的欺人大身躯，跟谁们是谁来委屈，真气公水真能骂民泪。我是神为神一谁，神碰神一对，拼将一死复命
能，且是陪奏待等两只平定时，青山发起再插金队，他日前你血色起来，化作染红冲对女。云沟时代已经是700人身，身边血是拿出来了伤谁身上。大帅，那王大人的仪式在此，请大帅顾开。大仪式这个来也开了一口，上对手下，大力手刚无人一尺，周中郎怒不可上两口坚持，而今王众人仪式在此，而等为要抵拦，不忍莫。这迷信于3日的互相，但是代下失耻，一口拉不脱妖精太下之人。大帅，这都是林飞太子是被人干的，我是没得办法，做错了事情，还望大帅饶命。这林副长对你妈妈那个嘛有发吃瓜子哇？那么李神人，我把总归拉不得，快点。拿家父个把队挤出来！大帅，这怪卑职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还望大帅看在我姐夫的份上，从宽发落。二弟既然乃是哪一个？就是湖南巡抚张良基。哦哟！张良基给了那种就来也不错没的。根本进正杀客气，我替张良基谁做媒？来，是秦王明即有吧？是王明即罢，皇帝手势可以谁在一罪？中军听了令，令夫将迷信于重兵强压，危害不幸，令人得到陪审怕死，开人对敌，我不不准，谁他恶绝，军法难用，将二人各取顶戴，推出油门，再随是人大夫谁捆绑谁用而上，我两家的绳捆束绑，推出油门，开打分在。周中大回过头来对后生的妈妈，那么真是个神人。我答应黑军保障工作，谁却能是杨中人啊？师兄，大帅，向你此番功劳不小，本部堂即刻上报饶你，另加封赏。本部堂已有为人师兄，为浙江两代保障军需，防不太着。蒙大帅厚爱，光荣当要求马之劳。好啊！从此后生的那周中党合作至20多年，预计是周中党西征做出大量的黑金保障工作。为此，周中党上表朝廷，极力推崇后生的作业功勋，所以设定特使后生的一品顶大，上出王我国，使你成为中国历史上向唯一个红顶商人。后生的日记到此结束。